2018年1月10日，从大洋彼岸传来噩耗，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陆派创始人陆锦花先生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陆锦花先生开创的陆派艺术生生不息，拥有众多传人。会不给北京理想来丢弃。上海越剧院中生代演员中的陆派女小生代表人物黄慧，从小受父亲的影响，自幼喜爱陆派艺术。是我爸爸，在我15岁生日还是16岁生日那一年，爸爸送给我一盘磁带，是陆锦花老师的唱腔集。那个时候刚刚有卡式的录音机，空灵的感觉，我觉得一下子把我好像带到了那个情景之下。当我接下来听到陆老师声音的时候，我真的被陆老师的声音深深地迷住了。回忆与陆派及陆师生前交往，动情的点滴铭刻心头。盼星星盼月亮，2001年我终于见到了老师。见到老师的那一刻哈，我简直就像一个小粉丝，见到我的大偶像哈，讲话也结结巴巴的。然后老师叫我唱的时候，声音抖的呀，简直就是音也找不到。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个小朋友，大家都知道，贝贝啊，贝贝陪我一起去的，也是觉得我去求学也挺不容易，也挺难得。那天破天荒的，就是老师也自己也觉得很惊讶，我能站这么久，2个多小时。我跟老师说：“老师，你喝点水吧。”老师水都没喝，2个小时当中。陆师过世的消息传来，黄慧正在从上海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所以我想好，正好我过年的时候去新加坡，我想到新加坡的时候再给老师打电话。我在飞机上等我下飞机的时候，打开手机，满屏都是老师离开我的消息，我不相信。然后当我打开我们沙龙陆派沙龙的会长姜磊老师的消息的时候，他只给了我4个字：老师没了。哎呀，我整个人都跳起来了，这肯定是真的了。忍住悲伤，将师门传承与传播的重任担上肩头，是对师恩最好的纪念。2018年4月6日上午，黄慧与上海越剧院优秀王派传人王志平一起，走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戏曲讲坛，受邀为医学院师生及远道而来的戏迷送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越剧讲座。然后他们每次练唱的，但是台上不能这样唱，对吧？但是当我们唱习惯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音区在哪里，我们的声音什么样的声音发出来是好听的。他的那个整场讲座历时2个小时，全程无冷场，刻刻有高潮。从介绍越剧各生旦流派开始，2位艺术家现场演示，直入主题，开口便唱，引燃师生热情。用我弥漫做山呀，花金和花金，福田同好
过程当中，不但要把我们的声音放出来，还要注意气息。我家一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上京北，鸟笼随风曾能睡，金鸡耍金尖尾，此番行人救命时，九妹一心相同来，我以为暖儿过去今世道，女儿当所也应该，只怪我一地太过正，终于留下小九妹。顾老师的中音区确实是非常的浑厚柔美。我比较高，比较尖，那尹派的声音比较沉，比较低，而且比较宽厚。那我走了一个误区，就是东望悄悄，我唱到后来没有声音了，千万不能。虽然说听老师的唱好像都比较低沉，但是我们听的是尹老师后期的唱是这样的。其实尹老师早期的唱不是这样的，就像赵志刚，就像君安，就像毛维涛老师以前早期的唱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我来稍微演示几句啊，给点掌声吧。不好意思，是给点掌声的时间，让我吸一口气。那么比如说像官人啊，这个教头你也可以唱得很普通啊。那么比如说我刚才唱了官人，大家给了一点掌声，对吧？觉得很嗲。那么如果我换一种唱法呢，你可能觉得就一般般，对吧？哎，下课啦。啊，官人啊，我不会理他的，他就不睬我。那我再叫一下啊。动情了，这就是声情并茂啊！情感，对对对。学校越剧队队员抓住机会登台表演越剧联唱，两位艺术家认真细听，肯定了越剧队艺术水准之高，又将每个人的问题一一记录，仔细点评，反复纠正，毫不马虎。夜上弹唱，为何要说为何不是为何你？哎，对，为何啊？反正这张纸我待会交给你。初十初十啊。接着，教授与官郎现场为学校越剧队的成员们演示身段，带领大家一起参与互动体验。好，就是一般上单数7、9、11啊。真龙上来的时候是从下面到上面，那么大家有没有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的眼睛是看着他的脚下。官人请上楼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站在上面，他在下面，我肯定不会是这样子的平视的，对不对？1、2、3、4、5、6、7，谁要理你？对，我们要把前面带进去啊，都是不要顺手顺脚啊！你看，都在原地，你不要过来，你过了，你这样的不行，你得。有没有看到狗狗一直在喘气？介绍戏曲演唱实用技巧，两人配合默契，演说甚为机智，并不是爆出亮点，互相逗趣，燃动全场热力。
跑上来的时候，只有怎么动不起来啊？也要坚持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啊。其实刚才说到丹田，我接下来也是稍微来加以稍微补充一点点啊。志平这个是花旦比较秀气，我们男生哈，我说我们男生，其实我是女人对吧？我们唱老生唱小生的我们是这样的，练丹田。假如这个丹田，你假如不用丹田气的话，你这个声音绝对是发不出来的。笑，为什么说笑一笑？年轻4年对吧？笑3笑，笑一笑10年少，对对对。对呀，你这样不用丹田也不行。讲座的最后环节，2人与学校越剧队优秀演员合作演唱经典曲目，给同学们留下美好回忆。作为久负盛名的戏曲码头之一，武汉曾经有过越剧专业剧团武汉市越剧团，它的前身是1951年先后到武汉演出的上海联艺和东升越剧团。一个甲子播下的种子，在这片戏曲热土不断发芽、成长、开花、结果，培育了一代代的青年观众。上海越剧院的艺术家们的到来，亲切的互动与交流，必将成为一段段美好的回忆，为普及戏曲艺术进校园添砖加瓦。我们越剧在鼎盛时期，可以说每个县每一个区都有一个越剧团，远到新疆都有越剧团。那么当时越剧在全国各地扎下了根。今天呢，让我特别惊讶的就是这边的大学生，他们演唱的越剧特别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做的字正腔圆，流派纷呈。阿拉团呢，实际上老早也是来了上海的啦。上海这个几个老师们都是伊拉过来的。真正成立起来呢，是到初期的52年搿能成立起来了。成立起来嘛，一直是团里向几个老师嘛，有小香菱了、小玲珑了、金芽楼了、玉梅丹了、金家四姐妹嘛，全部侪辣搿搭个。所以因为伊拉来了搿搭嘛，对应的越剧搿方面啦，带动了武汉交关个越剧迷嘛。所以武汉现在是讲是戏剧里向来讲呢，票友里向是最多了。团队是有的，好像有10几个团队，每个老年大学都有越剧班。4月7日晚，前一天刚刚结束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精彩讲座的王志平与黄慧，早早来到剧场走台试音。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的全本传统越剧陆锦花经典名剧《盘夫索夫》即将在武汉剧院上演。武汉虽然离越剧发祥地上海有800多公里的距离，方言不通，民俗不同，但是这里却有着越剧艺术良好的发展基础。越剧在武汉扎下根来，拥有大批的观众。上海越剧院每1、2年就会受邀到武汉演出，年轻的演员们也一代代随团到汉口闯码头，得到锻炼又扩大影响，开创出越剧艺术在中部地区的一片天地。今晚的演出全场座无虚席，许多观众很早就来到剧场，其中不乏年轻人。盘夫索夫是越剧骨子老戏之一，男班艺人时期就已盛宴不衰。当时剧名《石美图》，有一夫多妻等情节，各种风流韵事。后来经过一代代艺术家的提炼修改，逐渐去无存精，成为上海越剧院的保留剧目。1954年，由黄沙导演、金采风、陆锦花主演版本，演出于长江剧院。
获华东区戏曲汇演演出奖。该剧沿袭传统的表演形式，人物登场有上场引子、定场诗、自报家门一套，唱腔全部采用四宫调，旦角化妆采用大包头贴水片，舞台装置在守旧基础上稍加装饰。特别是其中盘夫一折，唱作并重，很受观众欢迎，常被作为教学剧目授徒。武汉的观众与演员热烈互动，全场演出气氛热烈，足见当地观众爱戏懂戏，一些细小的扣子都获得掌声一片，感觉甚至台下比台上更起劲儿，观众们都很入戏，与演员感情呼应融为一体，是最佳的演出状态，互相帮衬着将演出推向了高潮。上海越剧院红楼越剧团这次带来了2台经典大戏《追鱼》和《盘夫索夫》。我今天在剧中扮演的是年兰珍一角，唱的是京派。差不多每隔1年到2年，我们上海越剧院都会来到武汉为观众献演，因为武汉真的是戏曲的一个大码头，我们每次来到这里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里的观众非常的热情，而且非常会欣赏戏。今天我们的演出在现场，我发现武汉的观众他们的结构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我记得以前我们其实从80年代就开始经常会到武汉来演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戏。那么那个时代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观众他还基本上是属于中老年群体多一点。近2年，特别是我们前年也来过这里，带来了甄嬛，这次我们又带来了这2台戏，我发现观众他的年龄也在慢慢的，就是说在更提，越来越年轻。那么这真的是好的现象。通过每一场的演出，每一次的演出，我们的观众面越来越广，而且吸引了更多各个层次的观众。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武汉来演出，其实不仅检验我们每个演员的演出的水准或者各种素质，还就是跟当地的观众可能有了更多更亲密的接触。每次到武汉来，我觉得有一种感觉非常亲切，然后特别是武汉的观众对我们特别关注，尤其是今天晚上的演出，我觉得我们跟观众之间有很多的共鸣。其实有很多点我们想不到的点，他们都会有反应。就这样的演出，我会觉得会让我们每一次演出都有每一次的提高。这一点我觉得，我觉得武汉不愧是一个戏剧的大码头。你这个侬讲呀？哎呀，可是你说你生女啊，好看啦。可是万一讲说不来就舌头啊，对吧？我是营长来，我奔，这下一次的，人家还带小气的，奔什么？奔，应该是亲。我是营长，这个亲是很自然的一种，孩子，我是营长来，我奔。是这种字也不好意思，娘子不知你到是哪里人，这个时候你还不会仔细的看。
感念师恩。虽然演出繁忙，黄慧仍一肩担负起培养上海越剧院新生代陆派女小生重任。进来以后，站立以后，打开扇子，哟，那幅床不会画吗？啥人要死了？范莹是越剧院最近分配给她指导的本科班毕业学员。从毕业到今时今日，上海越剧院已经给她机会排演了诸多陆派折子。黄慧对很多细节都不满意，她抽空到排练厅亲自指导，把自己几十年来学习和演出的体会与范莹一起探讨。赵一兰同为上海越剧院优秀陆派新生代弟子，同样受教于黄慧，不能放弃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虽然之前与白玉兰剧场举办的锦瑟年华专场，二人都有不俗表现，但是低调谦虚好学是入门弟子一贯传统。你对他是友好的，小人没错，对吧？其实你是虚的啦，假的啦，其实觉得自己有点理亏了，对啊，心里就觉得理亏了，是道理要对吧？上见你，你给我唱一声，你关注啊！夫妻之间本是那个称夫与正正气于此理。是的。笨什么？讲啊！笨什么？呀，这个地方再笨，再意识到他说了这里，我可以讲吗？我可以跟他讲吗？我能说吗？万一说了以后他会怎么办？卡怎么办？怎么办？我还有时间报仇？就这种心理，你才会这种情绪，激烈的情绪。哎呀，你这样真跟受训练，这个跟前面那个上去很差啊！你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反应超级快的一个人。哦，娘子眉毛在心思你真的不要像流氓一样的啊！你不能像小流氓一样。我娘子眉毛在心思。为啥虚的虚心啊？是漂亮，真的。你看看现在她是最美的一个。啊，你们都这样分开的是吧？对的，我们。哎呀，爸，老师这样的，陆老师这样的。哎呀，爸，我们分开的。哎呀，爸，然后再真的啊，我们另起伴然后再走的。哎呀，爸，对了，这个谁对的？哎呀，爸，哎呀，爸，很厉害，很帅气的，对的啊。去练，这个可以练的。好，对了，这个就对了，这不熟练一点，阿姨啊，真是好，哎，不行，好，这个很帅的，那很帅的。对，我没有碰到这么坏的坏人，也没碰到过，你知道吧？然后黄慧爱徒心切，连吃饭都不放过。然后包括到演出之前的连排，我还找不到那个感觉。我一下子感觉到，我觉得有的时候虽然说自己的东西不敢看，你们都有这种感觉吧？对，不敢看，对这种感觉很有帮助。对，你看了以后，哎呦，怎么这样的？哎呦，对，知道好像哪里不好。对，跟导演说的那个距离，我知道了。哦，像镜子一样的。其实，所以说，当我们要排一个新戏，要创造一个新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录下来，然后自己回去看。他们那一部好像没有，小班就是这样。对，好少啊？为什么？反正就是，其实陆派很难唱。你说它的特色很明显吧，也不是的，就一定要唱出那种韵味。那老师得自己去那种唱钻研进去。对，那种唱就是大珠小珠陆玉牌的那种感觉，每一个声音像珍珠一样的，咚
掷地有声的，然后又清脆的又响亮的那种，对的，每一个字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学只是学到一点皮毛，然后当然跟老师的嗓音接近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嗓音就是天生跟老师嗓音不接近的，我们纯粹是靠模仿。对的，我记得秦探也有留下音频的。对啊，秦探就是电影那个。不是舞台版的也有的。对的，也有的。哦，舞台版那个视频也有的。对，视频有的。吴老师，吴老师好。那拍多少辰光还要？好了呀，那好了是吧？这不要练唱了。不是，没关系。我不要小朋友练唱啊。我们老有。那么那像不是要演出嘛，是吧？对。要演出了嘛。我们吴领导也来了，我们吴领导这么关心。千万不要叫领导。真的是领导就是领导。就是领导又这么关心我，谁关心小朋友啊？对的，吴老师很好的。所以说他们都很辛苦，他都跟他们说他们。因为呢，阿拉梁玉贤实体发了只这个微信簿，伊讲伊拉搿批小朋友不是星期广播会要演出了嘛，就是这个，哪能搿个要了啦？说几句嘛，就是阿拉梁玉就是昨日子发了只微信簿，就是讲。阿拉原来已经安排好了嘛，搿个排练什么是，所以阿拉一团个一来担任搿工作嘛。葛末考虑到㑚搿个，因为小朋友有一个磨合嘛，还是排练辰光比较小，葛末再叫阿拉尽量挤点辰光再拨㑚练唱啊，或者再排。所以讲今朝子个热头是多出来。像大浪淘沙一样的，以前的有多少老艺术家在江湖上走呀？那留下来的这么多的瑰宝啊，流派。真的是我一直说他们都是神，我真不知道怎么样去揣摩。大师千古，大师艺术生命的延续与传承，有待弟子后生们的精进努力。这么坏的坏人也没碰到过，你知道吧？然后导演跟我说的那些，我觉得哎呀，跟云里雾里的，真的一知半解的。他那种兴奋那种感觉，第一次你这么叫他，他自己也感觉一下子是就启发他了。有点担心，虽然说你的技术是没问题的，但是总会有点担心的啊。我右边呢是范莹，我左边呢是赵一兰，这两位学生呢现在他们开始学陆派。那么我先说说赵一兰哈，赵一兰其实在戏校的时候就开始学陆派了啊。那么我记得4年前吧，我来上课哈，上了1个学期吧。这小孩子特别用功，而且特别有灵气，对自己要求特别高。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的时候为一句唱腔，为一句念白，他会琢磨很久很久，他一定要找到那个准确的、精准的表演的点为止。这一点我真的特别喜欢，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也排了一些陆派戏。但是呢，就是苦于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尤其是我没有很多的时间，给他辅导或者教戏，因为我自己的工作也挺忙，尤其这几年我的演出也特别多。但是他也很用功，只要我有演出，我没有演出，他都在旁边偷戏。这种偷是褒义词啊，特别细心，特别用功，文武双全。他的武功也特别好啊，然后很吃得起苦。特别配合院团给他安排的任何角色，他也敢于挑战，所以他是一个特别努力向上的一个学生，我特别喜欢他。赵一兰加油啊，看好你。范莹呢是刚刚从戏剧学院毕业的第1届本科生啊，他现在学陆派，他在戏校呢也学了几出陆派戏啊，那个花中君子的陈奎，还有宋凤官，还有谭夫，啊，那么最近呢，他在上海的一个星期戏剧广播会上演了一则宋凤官，啊，观众反响也特别好。他的特长就是入戏快，有悟性，嗓子好，形象不用说了，比我帅。然后就是尤其在表演方面，他特别有激情，有灵气。那么最近呢，在排盘夫前盘啊，前盘，他的目标是想把这个前盘整个大戏想扶下来。我觉得他挺有想法。那么最近在排前盘的时候呢，
当然小孩子也是不容易呢。我们陆锦华老师一直说，我们的老师也是陆老师，但是我们那个陆老师，我们以前是用录音机、录像机这样学习，像在那个学老师的唱啊表演，他们小孩子也是不容易。就是假如说盘复的话，也是录像看的比较多，他们的老师也是录像机，也是陆老师，这个陆老师啊。那么其实范莹跟赵一兰都跟我说，老师其实陆派特别特别好听，陆老师的表演也特别吸引人，尤其是老师的那双眼睛，老师的内心戏特别吸引人，但是要学到老师的精髓尤其难。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啊，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孩子这些学生，能把我们陆派的艺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叫赵一兰，我是现在上海越剧院最年轻的一批演员的其中一个。我主攻陆派。我从进学校开始第2年学戏课之后，我就去了陆派组。那时候对陆派也是从不了解开始的，但是学了陆派之后，我发现，虽然陆老师不能够就是亲自的感受陆老师的那些教学，但是我们通过录像带老师留下的那些影像资料，我就发现陆派就是很好听，而且陆老师演的每一个人物，这跟其他老师是完全不同的那种风格，还有那种感觉。特别是陆老师的眼睛，还有陆老师唱腔的咬字特别的清晰，老师的眼睛特别的有神，我感觉是我学到现在就是还没有学到1/1000，但是就是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是排最高位置的。虽然其他几个流派也都非常好听，但是陆派在我心里的位置是不一样的。然后进学校学陆派开始，我记得是第2年好像差不多，就黄慧老师进院里来教我们。那时候黄老师教我们的是《钱建姑》，也是我学习陆派的第一个戏。对我来说，我听到以前老师说过，好像学好珍珠塔就可以什么走遍天下都不怕，饿不死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钱建姑》对我来说是陆派的开门戏，也是我人生路上戏曲路上越剧路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对《钱建姑》这个戏刚开始是经过了卢伟强老师的教导，后来到黄慧老师教导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感觉。黄老师教的非常的细，而且黄老师不仅在教戏，在教戏的过程中，老师还会教我们怎样做人，也是响应了袁学芬老师说的先是得清清白白做人，然后再认认真真唱戏。黄老师还很关心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各种，非常关心我们。那时候就特别喜欢黄老师，台上那么帅，但是私底下那么的就是很暖，这个大暖男对，谢谢。我也很感恩能学习陆派，然后遇到那么多好的老师。大家好，我叫范莹，是上海越剧院第10代的越剧传人，现在在学习陆派。然后我其实在进戏校之前呢，就是我的越剧生涯虽然说就短短的10年吧，但是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在我进戏校之前，其实我业余的时候，我自己学习的是花旦，然后那个时候主要唱副派。后来进了学校之后呢，是跟着汪老师学的徐派，然后在学校学的徐派戏也比较多。在之后大学期间还学过一段时间的原派，就是正好有一个学期，就是也是很巧，然后排了一个《西厢记》，然后老师就想让我尝试一下那个就是青衣的那个感觉，就是学了一出《西厢记》，跟着李萍老师还有方亚芬老师。后来呢，就是也是很巧，我们班正好要排那个《花中君子》这一折戏，那么我们老师张成豪老师当时就是想让我尝试一下陈奎这个角色。这个也是因为这个角色，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陆派，当时是许杰老师来教我的。在接触陆派之后，我发现陆派跟徐派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然后陆派就是陆老师的那种
唱腔非常的潇洒，然后也非常的婉转动听，跟徐派的那种高亢激昂是截然不同的。其实在我一开始学习陆派的时候，我就是在唱腔位置上，包括还有表演啊各方面也是蛮困扰我的，就是要在两者之间，就是要怎么样去转换，然后在声音上啊、表演上啊，就是要怎么找到一个那个切换点吧。现在就是跟着黄老师学了几出那个陆派的戏。前段时间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新戏会的那个《锦瑟年华》也是我们第10代粤剧传人的一系列演出上演了碧玉簪的送凤关一折，然后唱的是陆派。接下来在4月份的锦瑟年华上面，我也会演出一场盘夫的第3场，就是前盘。但是我想我以后学习陆派的道路还非常非常的长，然后我要跟老师好好的学习，去琢磨陆老师的那个神韵，他的经典。跟黄慧老师是之前其实就认识，但是接触比较多了之后，就是因为现在进院了之后学习陆派之后，我发现黄老师是一个很贴心的老师，然后平常会很关心我们的就是生活上吧，然后在学习上面也是，就是老师也会很主动的来关心我们，就关心我学习的进度啊什么的。然后老师也是不辞辛劳，因为老师的平常的演出任务也很繁忙，也很重。老师一旦有空的话，肯定会帮我来辅导，也是就是不遗余力的，就是看到老师这样真的很感动，然后也是由衷的感恩老师。据悉，上海粤剧院锦瑟年华新生代专场将在白玉兰剧场连演3月，把最年轻的这一批上月弟子们推送到观众们的面前。范莹学习演出的这出由黄慧教授的前盘夫，受到观众的热情鼓励。黄钿出爬草，才知所托拜黄金兰真陪我是真情意，我岂能为他一片心？虽无相见情欢情，娘子不懈的耕耘令艺术之花绽放，沿着先辈的足迹，将师门艺术传播推广。建湖水街六合藏院，2018年4月20日，黄慧在这里参加谐音陆河聚会的绍兴粉丝见面会。简单雅致的小院里循环播放着陆老的经典唱段，其中与孟丽英合作的一段前盘夫，将这次活动的另一位特别嘉宾陆锦花生前要好同事，
以年近83岁的孟丽英老师亲迎入了会场。那舒展松弛的唱腔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你裤子走于青山并疏宽，93年间浦江南，113风都道，为丈夫离开把梳头。莫非是罪我受不上，并不是罪你受不上。文化长廊上的各种剧照串起点点回忆，对陆诗、对粤剧的真挚情感，与在场所有来宾们分享。比方倒也罢了，请我上流究竟为啥事？来，关鼓声！等到阿拉后来回来了以后呢，就辣侬讲万人体育馆啊。一万人体育馆啊。79年的时候了。79年了。对的。那么从阿拉袁先锋老师开始，一直所谓的伊拉一起，只要有前王万福啊、陆啊、前天王啊，是迭个一趟，得陆老师有幸啊，得了一段半副。搿个辰光年纪好像自家觉着无所谓的，冲出牛头和跑虎一样的。老师侬叫我唱啊，我就唱。嗲了。嗲不啦？嗲了不得了。哎哟，真天晓。老师自家听听讲啊，哪能有得介嗲的啦？啊，搿个辰光上真的嗲的吧？水灵灵的啦哦，吹声像滴铃铃一样的。弹就弹，唱就唱，也不要对过啊，不要事先再对一对，不要就搿能唱。现在我就不管了，现在是对笑4月20日这一天，正是陆锦花大师的100日之际，众人以一场充满热情与朝气的聚会，寄托对大师的思念。总归要。参加聚会的粉丝们，除了有江浙沪及绍兴本地的陆派爱好者，更有从贵阳、马鞍山、深圳、北京等地不远千里而来的铁杆陆迷。我是来自上海的顾婷，这位是我的搭档。大家好，我叫陈玉玲，我是湖南人，但是现居上海。我来自陕西西安，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呢，非常开心。这个粤剧是刚刚开始，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就疯狂的喜欢上了这个粤剧。那我就是更喜欢我们的黄慧老师，因为她是特别平易近人，就没有架子，所以就让我就是对粤剧就更加就是想去琢磨它。我自己也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就专门现在开始想把这个粤剧一直学下去，这个样子。我叫吴爱萍，来自温州乐清，很高兴这次能参加黄老师的陆河聚会，认识了很多陆派的戏迷朋友，
慧老师，我心里以前想的就是老师应该是多少是有一点架子的那样，但是我见到老师之后，非常的有亲和力，真的，我觉得老师跟其他老师都不一样。我很喜欢陆派，也很喜欢黄慧老师啊。对黄老师呢有一个希望我们黄老师能够再出更多更好的陆派的作品让我们欣赏。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次呢就是太喜欢那个王慧老师了，我本人也特别喜欢陆派，所以呢黄老师亲自到那个绍兴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是非常的高兴，又是非常的激动。参加这次活动，我感觉到非常荣幸，又特别开心，然后又认识了那么多喜欢陆派的戏迷朋友们，然后大家都特别好，然后黄老师人也特别好，还有孟丽英老师也特别好。这次呢活动呢，就是我们的孔孔啊，在群里面发起的时候，我是踊跃报名了，非常激动，而且是在我们绍兴举办，更加激动。昨天呢，就是第一次见到那个黄慧老师的时候，虽然跟他距离很远，但是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我跟黄慧老师讲了几句，我发现他特别的平易近人，舞台上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台下是如此和蔼可亲的，可以说是我的那个像妈妈一样的这样子，非常的激动，现在我也语无伦次了。非常感谢这次活动组给我们这次机会相聚在一起，非常好，谢谢。当一杯酒举在手，美酒芳香，情谊厚的旋律响起的那一刻，涌动在众人彼此心头的爱，冲淡了路途中的所有辗转疲惫。这场活动，狼宝宝们辛苦策划了数月，观狼全程参与，与热爱陆派的粉丝们，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一起重温恩师的经典，追忆大师生平。我们的这场聚会的名称叫陆河聚会，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能更多的人来爱陆派，希望陆派的弟子能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然后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支持和热爱我们陆派艺术。那么这次活动呢，是我们这个慧家小院几位朋友精心策划和主办的。这次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有工作的人，然后他们利用自己的一点点的业余的时间来策划和来布置，来包括到我们六合长院来踩点，就踩了5、6次。然后当我们那天到的时候，我跟孟老师是提早了1天到，然后看到那个场面，我们开始还有点担心，就是还没有看到那个雏形，只是在这个地方好像地方是很优雅，但是我们要的那种感觉还没出来，所以很担心。但是当我们第2天看到的时候，完全是变了一个样，变成了我们现在那个场景。我特别感动，他们付出了很多。我说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就是为了布置这个现场，我们群的孔孔周孔俊先生和王婷婷，还有王婷婷的朋友，他们真的是全力以赴，齐心协力，还有我们群里面的薛圆圆，还有姜磊老师都付出了很多很多。尤其是在布置舞台的那个期间，他们整夜都没睡，都没休息，特别让我感动。根本没听过第一趟听，哎呀，我想我的老师不是一个团的嘛，哪能会得伊合作的呢？后首来再仔细想要讲下去了啦，还是等一些讲了。老师要讲了相当，我也想马龟子了。神经一点，对吧？多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听。孟丽英老师风趣幽默的讲述，令观众们在身临其境地感受陆师温暖情怀的同时，
无不钦佩眼前这位粤剧艺术家的诙谐。那么我虽然不是陆派的弟子，但是我对陆老师相当的钦佩。无论伊辣艺术上，还是伊个为人，的确是得意伤心。陆老师为人非常低调，平易近人，从来不把老师的架子好像凌驾人之上，他不是这样。所以我虽然没得陆老师辣一个团演出过啥个戏，排过啥个戏，但是我对陆老师的感情也是有史以来一直是相当好的。所以这个一次陆派辣绍兴搿能选啊，我觉着我也蛮上海人讲起来哪讲蛮喜格格，我主动要来的呀。我觉着陆老师离开阿拉介许多年数了，因为伊离开种种原因呢，离开舞台呢比较早，所以搿个一些陆派弟子呢，有些人还没看到过陆老师本人辣舞台上演出的形象，可是还是对陆老师搿能样子的怀念怀旧。所以我觉着这个一点来讲，陆老师侬在天之灵应当看到这个一种场面，侬是也非常安慰含笑。所以我希望这个陆派的弟子能够永远的团结一致为阿拉个陆派艺术发扬光大。交关谢谢大家。机会难得，在现场众人的一再请求下，孟丽英老师唱起了自己当年的拿手曲目，令众人一饱耳福。神香永闭万里君就是我名为老家就在云乱昆明故人间。来自各地的陆派票友惊艳登场，黄慧逐一讲解，身段、台步、眼神、妆容，亲自示范。这是唱内心哦，不是跟你说两个要去舞蹈晃地上，这个做得很好啊，全面都是很好。有的人是无师自通的，小月给我的感觉就是无师自通的，没有，我也有陆老师的。我也是，知道，我们同一个陆老师，我明白。真的。台上在送别，台下已泪目。将传统艺术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去，处处都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美。别致的锦衣华服晚会，让每一位来到陆河聚会的狼宝宝们都自备华服，参与其中。听说我们汇佳小院里面要组织这样一个陆派的活动的时候，我呢就非常的激动。那当策划小组交代到我手里的时候，说空空，这次由你来策划吧。我说好，我就马上就应允了，我就答应了。婷婷啊，圆圆啊，我们的策划小组所有的还有思念啊都一直还有我们的老外婆，非常非常关心这件事情。那么到现在呢，也算非常非常圆满的成功了。那黄慧老师也觉得这次的聚会别出一载也有让我们的家人们可以学到东西。
那么我这次呢，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幕后辛苦耕耘，幕前挥洒传播。排练厅里传承传教，聚会场中亲力亲和。黄慧作为优秀的陆派弟子之一，在这恩师远行的100天里，从未停下过对先生的思念。他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对恩师的承诺，把陆锦花大师的艺术与精神带回月乡故里。海外游子叶落归根，艺术的生命在传承与传播中延续。去年黄慧在新加坡成立了晚会乐音工作室，旨在传播和弘扬粤剧艺术、陆派妙音，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艺术的美妙无穷。愿大师远行，一传人间，珠玉再续，锦花常开。